胶带贴的位置，这种做记号了。在排线左边靠边边有黑黑的2个点，已经用笔做记号了。贴胶带的位置，贴胶带的位置，你看，胶带剪了手指的2/3宽，后来又剪得更窄一点。很神奇啊，怎么贴胶带？左边到右边就是它的长度啊，宽度大概是手指的2/3，还有更少。位置就在这个做记号的这边。怎么会这么神奇啊？贴上胶带，透明胶带，这什么原理啊？按萤幕，用手指头在萤幕上点3下就会放大。这个要先到设定里面去做那个放大镜设定，勾选的选区，很神奇耶！贴胶布贴透明胶带，再按3下就复原了。放大镜的好处，放大以后字还是很清楚。如果是摄影机拉近放大会模糊，所以还是要用放大镜的设定，放大器的设定。